塔羅牌到底由邊度嚟？真係同吉普賽有關？一講起塔羅牌，唔少人第一時間就會諗到神秘、占卜、預測未來，亦都好多人會直覺將塔羅同吉普賽、古埃及呢啲印象拉埋一齊，覺得佢好似本身就帶住一層古老又神秘嘅色彩。但如果我哋真係拉遠少少，翻去睇歷史，會發現塔羅牌嘅起源其實冇大家想象中咁遠。佢最初出現嘅時候，並唔係一套專門用嚟占卜嘅工具，反而更加似一種文化產物，一種時代背景之下誕生出嚟嘅紙牌系統。而家比較普遍，亦都相對可靠嘅講法係，塔羅牌最早出現喺15世紀嘅北意大利，大概係1440至1450年代左右。當時相關記錄主要集中喺 Venice、Milan、Florence、Urbino 呢幾個地方。換句話講，塔羅唔係一開始就同神秘占卜劃上等號。佢最早其實更加接近一種有華麗圖像、帶住上流社會審美同娛樂性質嘅紙牌遊戲，甚至同當時貴族文化有關。如果你留意塔羅牌本身嘅結構，你會發現佢其實已經同現代塔羅有幾分相似。佢係建基於當時意大利常見嘅4種花式紙牌之上，再額外加入一組特別嘅王牌同埋愚者呢個角色。後來我哋所講嘅大阿爾克那，其實都係喺呢個基礎上慢慢演變出嚟。所以塔羅並唔係一件突然由天而降嘅神秘物件，佢係由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嘅紙牌文化一步一步發展出嚟嘅。咁點解咁多人會覺得塔羅同吉普賽有關呢？其實呢個係一個流傳咗好耐但唔算準確嘅誤解。塔羅牌並唔係起源於吉普賽文化，更加準確啲講，唔應該好簡單咁將佢講成係所謂 Gypsy Tradition 嘅產物，因為 Gypsy 呢個字本身就帶住一啲歷史偏見。而家比較合適嘅講法會係 Romani。後來歐洲社會之所以成日將算命、流浪、神秘感，甚至一啲異域幻想同 Romani 人群拉埋一齊，其實好多時都係出於長期累積落嚟嘅刻板印象，而唔係塔羅真正嘅歷史源頭。換句話講，塔羅同吉普賽占卜之間嗰種連結，更多係後世加落去嘅印象，而唔係佢本來嘅出身。咁塔羅又係幾時開始由一副牌變成今日大家認識嘅占卜工具呢？呢個轉變大概係18世紀後期開始，越來越明顯。即係話，塔羅由最初一種遊戲紙牌，慢慢被重新理解成一套具有量子意義、神秘學色彩，同埋可以用嚟做命運解讀、心理投射、自我探索嘅系統。而呢個轉變，正正先係塔羅真正有趣嘅地方。因為塔羅最吸引人嘅，唔係佢有冇一個越古老越離奇嘅神秘傳說，而係佢喺幾百年之間，點樣由文藝復興時期嘅圖像文化，慢慢變成近代神秘學嘅量子工具，再一路走到今日，成為現代人用嚟理解自己、整理情緒、梳理問題，甚至發展成一種專業服務嘅媒介。